主日3分鐘，四旬期。古代守齋嘅規定比近代嚴厲得多。初期教會就有全年之中喺星期3同埋星期5守齋嘅習慣。自第7世紀開始，教會就特別強調喺四旬期應該有完全40天嘅齋期。古時守大齋，每日只可食用一餐，通常係用晚餐；而守小齋則禁用肉類以及飲酒。到中世紀末期，有啲地區亦都禁食牛奶嘅製品同埋蛋類嘅食物。而現行嘅齋期並非全年嘅星期3同埋星期5守齋。現代四旬期嘅40天裏面，只有2日係需要守齋，就係喺聖灰禮儀當日，即係四旬期嘅首日，同埋聖週5，即係紀念耶穌聖死當日。現行守小齋，即係14歲或以上嘅教友喺聖灰瞻禮同埋聖週5要放棄取用熱血動物嘅肉類食品。而守大齋，即係18至到59歲嘅教友喺聖灰瞻禮同埋聖週5，除咗守小齋之外，3餐之中只可以飽食一餐，其他2餐只可以進食少許嘅食物，期間可飲流質嘅飲品，除藥物之外，唔能夠再進食其他嘅食物。已故胡振中樞機亦都決定寬免每星期5守小齋嘅規定。佢建議教友喺每一個星期5應該喺食物同埋煙酒方面作出個人嘅克制，或者係協助有需要嘅人，亦都可以減少娛樂嘅時間去作為克己嘅方式，亦都可以獻出餘下為窮人、病者、老人或者係孤獨嘅人去作特殊嘅服務。喺四旬期之內，更加可以作特別嘅努力，每天參與彌撒，每天朝拜聖體，或者係拜苦路。梵二禮儀革新之後，由於喺封齋期只有2天應守大小齋，所謂齋期其實已經唔再着重喺消極嘅禁食基礎上面。而四旬期眾謝詞就扼要咁提示我哋四旬期嘅意義，咁樣話：你囑咐我哋每年要洗心革面，歡欣地準備逾越節慶典，使我哋能夠切實奉行祈禱同埋仁愛工作，領受重生嘅聖事，而獲得你無比嘅恩寵。禮儀年改革總則更加指出，四旬期係為咗慶祝逾越節嘅準備期，藉着不同階段嘅基督徒入教禮儀，準備後使者去接受同埋慶祝逾越奧蹟，亦都同時使信友們藉着紀念洗禮、悔改同埋補贖等善行去參與耶穌基督嘅逾越奧蹟。梵二禮儀憲章亦都清楚指出，四旬期嘅雙重特性就係悔改同埋洗禮。教友要以悔改同埋補贖善功去效法耶穌接受苦難。教友更加要準備接受聖洗聖事同埋去紀念聖洗聖事。主，求你引導我哋喺四旬期內能夠藉守齋、祈禱、作補贖、行善功、淨化自己，積極參與各種禮儀，以革新我哋嘅生活，使我哋能充分準備身心，再次體驗你嘅聖死同埋復活。